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凡事交託先靠主，他必定垂聽。今日嘅經文係詩篇37篇5節，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，並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小故事講到，一粒籃球在亞嘅手中切得19球美金，一粒籃球在職業籃球運動員邁克爾喬丹嘅手中切得3300萬美金，一條小蟲在亞嘅手中可以幫助行走，一條小蟲在摩西嘅手中可以分開紅海，5隻麵包仔撈2條魚，在亞嘅手中請能夠做成2份嘅吐納麵包，5隻麵包仔撈2條魚，在耶穌嘅手中卻能夠餵飽5000人。鐵蛋在亞嘅手中頂多可以當住一下嘅東西，鐵蛋在耶穌基督嘅手中卻能夠帶遍全世界救贖。若果係將擔心、煩惱、害怕緊緊地握在自家嘅手中，就只有憂愁。不以全部交託在上帝嘅手中，依靠佢，就必定得着平安喜樂。我哋一齊嚟默想，同樣嘅東西在唔同嘅人身上就有唔同嘅意義，有唔同嘅作為。讓我哋將我哋所擁有嘅、所愛做嘅事交託俾主，佢必定成全幫助我哋。我哋一齊嚟禱告。我哋在天上嘅父，我哋稱頌你，因為你係掌管萬有嘅神，你嘅能力無限，你行神蹟奇事。我哋需要你在我哋嘅生命中做我哋嘅保障和交代。我哋願意將自家獻上，成為你合用嘅器皿，從我哋軟弱卑微嘅身上彰顯出你嘅剛強和偉大嘅作為。因為一切在你嘅手中就會變成唔一樣。我哋凡事交託先靠你，你必定成就，因為在你冇難成嘅事。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重溫今日嘅經文，詩篇37篇5節，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，並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